现在要做的事情是怎么样从这一次的错误里面去检讨出下一次不要再犯错，所以任何的攻击都很正常。没关系，大胆一点，你就压在我身上，对，然后再放上来，我们这边写完下去，然后上去，然后就有点凹，然后再咻过来，对，是。下面这个好。因为那个。 来过来，不会，老板。市长昨天讲，其实就在我们防疫会议讲的是一样的，就是说你要让人家去打仗，你要给他足够的武器跟相关的防护。所以我们在台北市的和平院区，我们针对我们的负压隔离病房是专责，也就是说，我们如果有任何他们不需要再去负担其他的门诊的业务，这个是我们给他们必须的一些配备。那 这一次的布桃的就是有这个状况，就是他看了确诊的病人，他又必须要去看门诊的病人，这个是在这一次分仓分流做的不够确实的原因。我想这个部分大家都是就事论事啦，也没有什么好争执的，大家都希望说把事情做好。所以和平医院以前的惨痛经验不应该再发生，所以这是我们台北市集合了17年的经验之后，我们知道要把这件事情做到确实。 那至于之前可能因为时间真的很久，一整年，相关的医院可能一些相关的警戒也都已经比较松懈，这个也是必须要再赶快。所以我想市长不是在攻击任何事情，市长只是在说你要把所有的配置配好，而不是让这些医护人员单打独斗，没有必要再做口。每一个人的意见都可能会有不同的意见，但是看起来大家已经。 常常不是真正在理性讨论一件事情，而是先用攻击的方式。我觉得这都模糊了焦点。应该是说，我们现在要做的事情是怎么样从这一次的错误里面去检讨出下一次不要再犯错。所以任何的攻击都很正常啊，这也是民主国家本来就有的现象，所以不用太。目前桃园的部分应该还是中央的昨天的说法，以内还是限于所谓的院内感染，社区感染的风险还是目前还是要提高警觉，但是好像还没有到社区感染的状况，所以我们在台北的一样也是做好8大类的防护，然后相关的其实民众你看大部分大家都会戴上口罩，所以做好自身防护是最好的保障啦。那台北市因为要过年了，其实我们也都会在意说公共场所的一些相关的防疫措施，那。 大家也不用太过惊慌，因为我相信中央他掌握的资讯应该是很确实。如果他没有提高相关的警戒，我们应该也都还在一个安全的范围。防疫如同作战，这个时候疫情来了，应该是大家如何讨论，要如何来做防疫的这个动作，而不是在那边喷口水。我想也还是在这里呼吁，有什么需要检讨了，我觉得我们事后就来检讨。但是现在呢，是防疫第一。那 昨天呢，疫情也就增加了4位本土病例。我想，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也会呼吁民众出来，还是要勤洗手、戴口罩。虽然在市场上面空气比较流通，但是还是要注意一下那个洗手的部分，因为 买菜或者是公共场所，你还是会碰到很多的，大家都会碰到的一个东西，比如说那个楼梯啊，或者是那个把手这些东西，还是要随手的去洗手。那回家呢，要抱小孩子之前一定要洗干净，才能够抱小孩。好，大概我还是呼吁那个口水这件事情，我们可以把它暂时放一边。 那在这个疫情变得很严峻的情况之下，大家应该还是要来如何来做这样子一个防疫的动作，是最重要的。